啉酒賽車這個錯誤行為的連鎖反應，是讓濟人付出着一世人的代價。2013年，有一個台大的醫師詹玉竹，才32歲，青頂行入個斑馬線，讓啉酒賽車甲弄死。隨後立法院快速來修法，未來一旦啉酒賽車弄死人，上重會當判10年，馬航講是詹玉竹條款。2017年，台中某一間酒店的員工顏小姐食毒啉酒賽車，從紅燈一路來批車，弄死一個家己創業、事業當咧起步的烘焙師陳玉邦，被判刑9年6個月。2025年，伊嘛已經假釋出獄了。啉酒賽車的行為，毋但致使着無辜者賠償性命，受害者家屬的後悔人生，嘛袂輸是互判無期徒刑共款。啉酒唔通開車，這個口號已經發真濟檔了。但是伫台灣，安尼悲劇也是永遠逐工攏咧發生。今仔日節目一開始，就來看咱的專題報道：啉酒開車，受害家庭一世人的痛。一個醫生，他可以幫助無數的人，這樣一撞，他就什麼都沒了。你今天撞的不是你的仇人，不是你的敵人啊，死亡的人跟你是完全不認識的人，這跟無差別殺人有什麼不一樣？對受害者家屬來說，加害者後不後悔，其實是一件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時間沒有辦法再重來，也換不回一條命。當然，我們無法接受說自己的孩子好好的，然後都很守規矩、很守交通規則，怎麼會突然走在路上，然後命就沒了？陳敏鄉自底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查某囝詹玉竹是台大病院醫師，後生佇美國做博士後的研究員。想不到2013年5月28日迄一天，一枝花的命運從此改變。畫面上可以看到左上方一台黑色轎車突然停在路中央，一會兒不動，接着就加速開離現場。這就是當時監視器畫面拍到的酒駕肇事駕駛撞到台大女醫生曾玉慈的一刻。這一天，詹玉竹行佇車頂通行的斑馬線頂，卻予時速差不多80公里的酒駕駕駛弄到，病院搶救5天後，醫院判定腦死。陳敏鄉忍痛回港，替囡仔完成器官捐贈，無6位病患得到重生。其實從他走以後，這10幾年來，我前5、6年，我根本都不敢面對。我都覺得他好像是去某個地方，去國外去參加醫學會議啊，或者是說到哪個地方去幫助病人，無法接受說他已經離開的事實啊。詹玉竹自細漢表現就真優秀，醫學院畢業後就進入台大病院做住院醫師。在世時，伊服務佇高屏體創立的7D 病房團隊。7D 病房是台大醫院裡面，它是急診之前一些就是比較難醫治的病人，就丟到7D 病房。他當時就自己想說那些病人很需要，所以他就毅然決然就跑去7D 病房當主治醫師。這怪卡捌代誌的查某囝，伊的性命卻佇32歲年華，因為酒駕雄雄消失，和陳敏鄉哪有可能接受？我覺得一個醫生，他可以幫助無數的人，他的人生價值是無限的。那你這樣一撞，他就什麼都沒了。我們辛苦栽培，或者是他從小的努力，一夕之間全歸零，都沒有了。那你加害者他拿什麼來賠我們這一條命啊？白髮人送烏髮人的痛，和陳敏鄉消沉一段真久的時間，逐工目屎死淋水，生活嘛失去重心。其實我前幾年，當然每天不管在吃飯、睡覺、呼吸的時刻，我無時無刻
都會有他的影像呈現在我的眼前，然後我都不敢去接受他已經離開，不能再跟我噓寒問暖。查某囝不幸遭遇死劫，淡水鄉一粒白頭。詹武組的老師郭文天甲台大病院的同事，當時決定要協助這位承受喪女之痛的母親，成立酒駕防治協會，阻止後一個悲劇的發生。他是因為被酒駕而離開，所以我必須要借由推動我們這個防酒駕來延續我跟他之間的這種母女的不捨的情懷。查某囝在世時，伊的工作是救人性命。淡水鄉在做台灣酒駕防治社會關懷協會創會理事長的同時，嘛一直倡議酒駕零容忍，並且推動修法，希望莫有人甲伊同款，等袂到查某囝轉去。你看他這樣把我們一條寶貴的生命撞走了，撞飛了。然後一審被判5年半，二審被判4年半。那他4年半能夠換回我女兒嗎？這種法則根本就是對他們來講沒有警惕作用啊。2013年6月初3。立法院快速3讀通過刑法修正案，將酒駕致死上重的刑期由7年提懸到10年。這項修法的背後是詹武組醫師用生命為代價所換來。我的人生就是因為女兒的離去以後，就整個都改變了。那雖然說我可以這樣走出來宣揚防酒駕，但是我內心深處我還是缺乏女兒對我的關懷，這種是不可逆，而且可能也下輩子可能也碰不到了。我還是支持酒駕要重罰，而且我支持基層員警第一線盡量的嚴格查這一些酒駕的違規者。很多人民眾說被酒駕啦，然後就說很埋怨那個警察啦。我說這個千萬不要有這個念頭，因為警察是在執行保護那一些善良沒有喝酒開車的人。近年來，都市廣設臨檢站，提高見警率，達到嚇阻效果，進而降低酒駕的發生幾率。那你現在酒駕，除了我們政府大力宣導以外，警方大力取締以外，最重要的是，我講這一句話哈，我也不怕得罪這些酒駕的人吶。你就是罰不怕，你就還不驚了。酒駕致死判10年，我覺得太輕了，一條命。殺人7年以上，7年以上有期徒刑。那酒駕致死，你明知道你今天撞的不是你的仇人，不是你的敵人啊，死亡的人跟你是完全不認識的人，這跟無差別殺人有什麼不一樣？若要論台灣酒駕問題，真正歹處理的其實是累犯。依照交通部的統計，要4成酒駕者屬於重複違規，其中又有7成存在酒癮的問題。年歲大部分集中在30到59歲，這嘛顯示酒駕的防治袂當干那靠開紅單甲行政，佫必須結合醫療的介入，為源頭降低再犯的風險。重複酒駕的人，我們必須先做評估，有沒有這個酒精使用障礙症或是酒癮，然後再做這個酒癮的治療，免得他們在行為的層次上，把喝酒的需求或渴望當做一個比較優先化的順序，而忘記這個飲酒後喝酒造成的一個後果。我們在不同的層級就給予不同的介入。舉例而言，如果輕度，我們大概就是以這個會談以及心理治療為主；那個中度的話，我們大概就是加速大量的衛教，那以及做一些心理諮商。那重度的部分，我們大概就會着以這個藥物的部分。那這個成效怎麼樣？過去我們自己的研究如果接受1年期的治療，在中斷治療之後，我們再去追蹤。大概再犯率1年是5.6%，
但是对於那些沒有接受治療，大概18到20%，所以從18到20%降低到5.6%，其實是一個非常顯著的進步。酒癮不是無解一病，只要願意面對，就有機會救回正常的生活。但無酒駕造成的後果，卻是無重來機會。2017年，台中一個多創業32歲烘焙師傅陳玉芳，和酒店員工姓簡的一個小姐，啉酒了後，佮食毒賽車，弄到不幸身亡。9年過去啊，伊阿姐陳玉芳到今嘛依然在學習如何面對失去至親的痛。我認為這場酒駕肇事其實有它幸運跟不幸的地方。不幸的是，因為他的恣意妄為帶走了我的家人，而且是一個年輕力壯、事業正在起步的一個年輕人。然後我覺得幸運的是他。讓我弟弟瞬間就被消失，不至於留下半條命，讓我弟弟跟我的家人就是活在痛苦當中。但是因為一個人瞬間不見，其實會讓我們會有一些錯覺，我會覺得說，感覺那一天的事情好像是假的。我覺得我弟弟其實好像還在，只是還沒有回家。姓顏的小姐酒後毒駕，弄紅燈肇事逃走，二審被判刑9年6個月，並且必須要賠單價1068萬，而嘛在2025年假釋出監。我當時聽到的第一個念頭是，完了，我的平淡的日子要結束了。我那時候是感到焦慮跟不安。因為我們知道接下來我們家開始要面臨的就是要處理民事的賠償，所以我會感覺到說，我好像要回到當時事發的第1年，我要打官司的那個當下，會感受到的壓力跟焦慮。肇事者雖然需要賠1068萬塊，但過單價準備申請強制執行的時，才發現走了已經超過法定的5年的時效。最後，陳玉芳的老爸說講放伊一條生路。當初其實我有思考過，就是如果我爸爸說一句說，那個處理那個民事債權太麻煩，他不想弄的話，我就會想盡辦法讓他不要被麻煩到。他後來卻是因為一句說放他一條生路，我接受這句話，因為我覺得其實他也是在對我們家，還有對我在講這句話。放手，我覺得是一件很寬容的事情，所以我也覺得說，那個時候我覺得，其實那個被捆綁的感覺，我也覺得瞬間也在我身上也釋放。對我爸爸還有我媽媽來講，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最好的結果，因為我們不願意這一輩子再見到他。2019年，陳玉芳頭一擺在因小弟做記的時，寫批予肇事者。過2年，對方有回批，承認對奪走無辜的性命深感痛苦。後來兩人當年以信件對話，對方的字寫得真細正，言辭誠懇，滿載着對陳家人的歉意，加心內深刻的悔恨。因為我相信說，他事發之後，他一定是後悔的，因為他後悔，所以他會脫罪、卸責、撒謊，因為他覺得他做了一件不可饒恕的事情。那我也同意說，後悔再生其實也換不回一條命，所以對受害者家屬來說，加害者後不後悔其實是一件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它也是一個沒有用的情緒，因為時間沒有辦法再重來，所以，當初所做的任何抉擇，你都必須要自己去承擔。他在信裡面的道歉，其實對我來講不是叫做後悔，而是他終於面對他自己的錯誤。我也不能壓着他一輩子說，你接下來的人生安排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什麼都不可以去哪裡，然後可以去哪裡這樣子，我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事，因為他已經是自由的一個人，所以決定權在他。那如果他再犯，我只能說很失望，然後也只能說對司法
也是所謂的刑罰來講是沒有它的那個效果在。嚴小姐，我希望你的重啟人生可以讓我們覺得我們家這幾年的付出是值得的，然後也希望你的人生能夠過得比之前更有意義。希望你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世界上能有更多人可以因為你而受惠。啉酒了就莫駛車，毋若是保護家己，嘛是對其他用路人性命的保障。一擺錯誤的選擇，有可能改變過來家庭的命運。台灣的道路安全依然有真長的一段路愛行。拒絕酒駕，更加應該成為不可動搖的社會共識。